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9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篇，箴言17章第1节到第5节，哥林多前书第9章19节到2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和睦服事。三家教会的第2间的礼拜堂是购地自建的礼拜堂，完成于1900年的1月16号。当时候呢，我们相信是非常困难找到基督徒的泥水师傅，所以呢，教会聘请人来盖教会的房子，要作为礼拜之用。那盖房子的师傅啊，所谓非基督徒，他知道之后，可能心里非常的不舒服，因此啊，在礼拜堂落成之后呢，他就在梁上面放个某人的墓碑啊，没有人知道是谁的哈。那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要咒诅住在里面的人。当然，那我们相信全能的上帝的保守之下，根据教会的历史记载，住在里面的牧师呢、传道人呢，都没有事啊，都没有事。那牧师常常用这一段的历史记载跟这个事件呢，来提醒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透过这个学习上帝给我们的功课，就是和睦相处。特别是在建堂的过程当中，和睦的同工关系是非常重要的。其实不但是在建堂的和睦关系的哈，在平常的同工关系更是要追求和睦。所罗门王的智慧之言，箴言17章第1节到第5节这样提到：吃一块硬饼干而心安理得，胜过满桌酒肉而相争相吵。精明的仆人要管辖主人的不孝儿子，且要一同继承主人的产业。金银兽如火以锻炼，人心被上主考验。作恶的人听信邪僻的话，撒谎的人爱听诈欺的话。嘲笑穷人是侮辱他的创造主，幸灾乐祸难免要受惩罚。这个教导其实就如同过去在学校的老师的教导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不需要激情，不需要有太多的丰盛的菜肴，不要有太多的遗产，重点都在彼此的感情和睦的关系。否则的话，就连亲人都可能为了小小的财产利益而反目。在这个当中，我们就看到了，通常都是那个拿比较多的那一方呢，才是变成这个问题的症结。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太看重利益，而不重视亲情，不重视感情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书信当中提到了律法和福音。我们知道福音是叫人得自由的，而律法是叫人治罪，甚至给人束缚的。另外一方面的思考是，当一个人能够不被利益、财产熏心的时候，他就自由了，他的灵性就得到自由，不被束缚。哥林多前书第9章19节到23节，保罗这样提到：我是自由的人，不受任何的奴隶，但是我却甘心做大家的仆人。我要争取更多的人，跟犹太人一起工作，我就像犹太人。我要争取犹太人，虽然我不处在摩西法律的控制之下，我却像生活在律法下的人。我要争取法律下的人，同样的，跟法律外的人一起的时候，我就像是法律外的人，不受犹太法律的拘束。我要争取法律外的人。然而这不是说我不服从上帝的法律，
其实我是受基督法律的约束的，在信心软弱的人当中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我也要争取他们。所以在什么样的人当中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我总要救一些人。我为了福音的缘故做这些事，目的是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。盼望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都能够成为同心合意、有和睦的同工关系。诗篇12篇，上主啊，求你帮助，因敬虔的人没有了，忠诚的人再也找不到了。大家彼此撒谎，用油滑的话互相欺诈。求上主切断圆滑的舌头，封闭狂妄的嘴唇。他们说我们要畅所欲言，谁能够管我们说什么话呢？可是上主说，我就要来，因为穷苦人受欺压，被迫害的人痛苦呻吟，我要把他们所渴望的赐给他们。上主的应许纯真可靠，像是在炉火当中炼过的7次的银子。作恶的人到处横行，人人歌颂邪恶。上主啊，求你保护我们，使我们摆脱这世代的人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，愿意谦卑我们自己，追求和睦的同工关系。无论在平常的同工，甚至在建堂过程当中，彼此那种同工的关系，都必须要以和睦同心作为我们追求的首要目标。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